春夏不厌，秋冬不用，一年四季又有好补。植物对土地生出，透過經驗嘅累積，變做有療效嘅藥材。喺生活地位，藥食同源，讓我食係一個同健康快樂有關嘅學問。老牛生到峨眉嘅生活超過20年，係山那嘅強盛者。以年是年，日是日，觀察植物、研究植物、摘植物，發現先人傳統嘅智慧，也發現新嘅好秘事。第一條無法睇嘅年代，先人用神農氏嘗百草嘅方式移平。博文嘅年代，食錯草藥嘅人延續生命；則背重文，食唔錯草藥嘅人失去生命。超級香的。按你千百年下來，我哋有成為草藥民族嘅後代。香，这是台湾很多人在生產這種精油。就係山那生出嚟嘅智慧，向來青島愛好自然嘅學生誒，對都市來學習。我們小時候就是，如果肚子痛，阿媽都會拔這個葉子，拔心，對然後揉鹽巴，都治肚子痛。你說肚子痛，你先試試看啊，直接這樣給可能是因為我小時候就是在鄉下長大，然後偶然的經驗下看到老師在新竹有開這種課程，然後就覺得很想要去回味一下小時候的記憶，這樣。小時候我們如果耳朵痛，我就摘這個葉子，然後捶它的汁液啊，滴到耳朵裡面去，可以治中耳炎的。大自然非常神奇啊，葉子可以長成這樣。金星木香子，就我都開玩笑說，昨晚上你們要來，我特別去上漆的。這個麝香木它是外來的，但是還蠻不錯，我們可以拿來提煉精油啊，或者當做化妝水用。那個這個精油是男生比較喜歡，男性的精油。精油含量高嘅歐洲茶樹，再嚟做芥末素嘅乾鹽粥，補排個米是特別好嘅西紅蒜。哇！小紅蒜，小紅蒜，對，這也是一種滋補的東西啊。中藥裡面也有這個。巴豆長那麼多，那出了巴頭啊，或者叫巴豆。你這邊好處呢？這邊已經做滷慢那些哈，因為打汁啊，用個汁來吹，讓米粉攪起來，還來用個淡度的，滷慢就是深淡度的嘛啊，來滷慢吸到以後呢，就是會開，就是磁通哈，它的沙灘上自己會離開水面，不用做回來，叫滷慢樹啊。哦，這個羅馬刀了，這一定投降的啊！滷慢頭羅馬刀啦。
苏当高铁来下，带人来吃山拿土地的知识，一来又是饱。没反应，也奇怪哦。这种天气好干燥，大家拢点点的哈。对野菜的好奇，一般会用湿的膜，也千百个焖机开创。撒下来，会再焖加一支花生膜，跟层次对胃肠帮到三嘛。食醋、食茶、食盐，是系大家对神奇饮食的想象，也还有了不同的理解。不过，老牛认为食茶、食盐冇问题，而还个关心嘅，要食到优雅，也要食到精致。这样就断了。断。对碗筷开始讲究，应该讲得系优雅。竹机剪下来就是快嘅，竹身对木机下来。破一半就变做盘，磨破就是碗。滚水杀枪，生菜生气。好山好水无搭对，係都市人嘅講法。對老牛來講，係好山好水當優雅。杜基嘅就喺季節地背前，自然中有乜嘅就拿來做文章，一隻嘅除咗天花信號冇乜問題以外。成分唔會苦。行上路口門前嘅山路，圍路又係濕地嘅野菜。最貼看到嘅，就係人講比洋基草嘅走火草。當然日本兵勝利戰爭打輸，走到山那大量野落嘅蹤影，也下係老牛傳濕地度嘅嫩草。金錢破好，細細隻上到路上，雖然唔係米信仰嘅，最少上到清德影響。回到路口，目前看以來嗰野嘅植物，其實又係老牛種嘅。第一生發嘅邏輯，可能跟200年前來到山那嘅客家先民差唔多。市場買唔到嘅，野生吃唔到嘅，就會先喺屋上種下去。9.2就係人工嘅五香草，喺有好雜音、有垃圾嘅地方，就會四季上。光同葉摘下來，米是冇市面上安的人味。可能是因為它很臭，但是它煮出來的味道就是截然不同，這樣。刺花椒，還脖子的部分啊，你可以常常看到味道的。對木行生出來嘅芭蕉，點都係珍貴嘅食材，拔下來一洗咧，就做得提供抗壓嘅米線。其他嘅食材就青菜看鹽分。臨時看論天內行嘅，劍鋪在破河上來講，就摘雞皮下來。可能身後的人士也上來講，順手也摘雞皮。還有烏牛草、紅葉葉同夏公夾，一樣嘅煮，也係個樣嘅煮。
就关山那度嘅料理路线。先生带学生诶，慢慢地开始准备。9點2走火車，你沿時無腦錯切油，有的食物提供口感，有的食物提供風味。溫火嘅雞春係山林野菜最好嘅盤，能夠跟野性修飾到人緣。料理嘅製作做得用相互修飾嘅邏輯。挖料嘅雞春用柴火強強嘅爆彈食材嘅顏色，雞春嘅口感跟野菜嘅味絲各自發揮。工業方式燒嘅豬肉，搭配雞頭排濃嘅9點2，再加好味絲同安心，強下是落肚。料理嘅製作也做得用寓言故事嘅方法。相傳有個濟公誒，本蘋果嘅富人家一粒石頭，請係用清水煮湯淋沙，可能富人家嘅鍋嘅地位只有石頭，就各自拿第個菜本意，也得來自西方愛心嘅菜，最尾變做富人家澎湃嘅一餐。卵吼，到下水凍合，台天下水就話濕啊。這邊是都種怪怪咯，但是卵哦，伊要爆開出來，啊變啊活溜啊，當我吞落去，啊然後就會補充到個卵泡質啊、蛋白質的部分，很多時候所有的下水全部凍合。最尾放落嘅係四季醬料，你花椒。你人是柬埔寨薄荷，有顯明美食嘅食材，建立明確嘅季節信號。乜嘅係季節嘅美食，醬料最低。一作好料，來自老牛，跟住食翻環境嘅互動。一枝一葉一花一果，有野味耶。好像還是魚腥草的味道。老牛壽司也嘅來歷，人也壽司老牛嘅成法，人力都市回歸山那，上下跟50條做幾嘅對話。美味美味。有關食物嘅傳統知識，確實有青島不應聽不起嚟。不過，也有青島適應了現代嘅農業環境，喺全球地位前面個成長。喺講究健康養生嘅飲食文化中，一定大年
就像公馆嘅红枣跟铜锣嘅红曲，有丰富营养素，做得不稀用咸，富感谷味道，养颜美容。食下去对人体嘅好处，每一个店家总系讲到好难破百。炎帝因是丰用嘅现代人，总系少有。本草纲目曲、春生、夏苗、秋花、冬色，皮肤细细，包茎松露，叶枯不落，花高不灵，味咸甘苦，性灵平和。头班人讲，伊做得出风药，一干补阴。讲起红曲嘅好，先对视觉开始。红曲秋色，浪漫花海，突然睇出，又会想到青岛观光行，用木竹，用为甘肃降大肝火，舒缓疲劳嘅功效。秋天打造嘅室温，舒缓几年累积嘅疲劳。也在季节睇出嘅红曲，也充满诗意。喺창의嘅热嘅地位，杂花嘅富人家开始无限起来。一类一类曲花，就像那位有原色也有金黄，一类一类加以表演装饰，慢呢就建议盛行嘅痛诶。体验面嘅花海地被落通，讲起来浪漫体感，其实系要强背调。苗栗中红曲嘅历史，要对1960年代算起，讲长无长，讲短也无短。张焕文中红曲嘅历史，对小学2年生开始，对于70岁嘅人生来讲，算系几长嘅。我算係第3胎，細細哈，從個小2年生開始呢，就到田都鄉。我嘅童年哈，就係到田鄉睇啦。正因為人一度本身嚟講，農業知識人除咗做事以外，還要有有條人專業知識哈，所以人還要繼續去上課一條，所以到後尾我民國85年嘅哈，就接人哋啊曲華班嘅班長，好一直到一下。太太間嘅紅曲工廠，用親友效力嘅方式處理珍貴嘅紅曲。紅曲係一個特別嘅物產，山龜攝種喺一整年，採收嘅葉咧攝種喺2年，舊肉嘅花冇辦法救病，採收下來要實時處理，喺到到工廠乾洗唔擦，品質就千難維持。秀美人一個工廠呢，哈，成立到一下第6年。當時我成立係因為呢曲花呢，總측面積達到70公頃，為到去解決花農嘅需求，所以就專門成立秀美人嘅配曲花農糧產品加工司啦。記下前類嘅花，上陣對陽台出來，順定元宵比茶，劇上神燈，自由吹落，佢亦用100片銀數，將隊伍整理出姿勢，最尾將水松樣嘅落下來。台灣配出來花呢，花型要較大粒，要較圓，不會較拍，賣相較好，農比如個農糧署入邊有做生產履歷，
所以也相当严格咧。伫行家当过层层贴贴顺轮推查，一到虹桥嘅细细世界。虹桥嘅细细世界无出嘅成功效果，连到喺條列車上漫長嘅等待。經過大運同高運嘅熏陶，一直到蘇州。杭州過後嘅虹橋變到舒舒車車，強到本人感受唔到。從早到暗，佢去弄弄棍向摩天，前日送到新鮮嘅菊花唔前出爐，見本日採收嘅菊花又結定送來。神农八草经，米甘品，主持新北下戏，安中养脾，初12经，平胃气，通九窍，补肾气，受精，肾中不足，太强，四季虫，火白药。凤做嘅凤，唔係你蘇丹巷鳳嘅李我色，係洗澡過後圓圓安天嘅主管鳳色。因為豐富嘅營養，農民向鳳做係水果度嘅鳳波沙。苗栗公館係台灣少數嘅鳳做產地，當然7、8日，大致嘅鳳做鑽石、熟水。150年前，我要陳木嘅祖先吼，條拜頭沙尾牆遐片，加祖先帶過來嘅吼，兩條羊。慶祝的時候，我有起木同陳木，本身都迄兩隔壁，又係當做都拿到一條鳳做羊嘅，貼片都我一片嘅沙尾牆，係慶祝嘅，當到地方種都種唔落。鳳做嘅王，師傅先養鳳，留下頭拿長槍。採收就先提花了必報嘅時節。苗栗公館鴉片的鳳做全部係一種品種，很多雞心藻，較細粒，但是佢係中藥中藥嘅用藥嘅稱等級係較好嘅。虹橋係花，鳳做係果。虹橋會出現喺下晝茶點前，鳳做用來滋養燉補，係愛相互高溫表現嘅場所，實在有點困難。愛香濃嘅鳳做符合甜點清爽嘅氣質，愛詳細校對，愛嬌貴嘅花落鑊蒸煮炒炸，很高難處理。細點嘅生理會磨痕，加入出3層草筍苗關係青苔。
無談到爐火烘烘滾嘅聲，池子園就唔點樣嘅炒菜。大火炒過，皮皮盤盤嘅三層醬，逼出一身油，古銅色嘅眼神展現梅納反應。做下嘅溫度一下會卡起來，還感受會出池子園10年前開快炒店嘅思路。三層醬香酥嘅車，羅皮前堅韌嘅車，酸苗清爽嘅車，濃濃嘅鑊氣。係一提銅鑼立足嘅招牌作品，就算本人按做廚神，唔過來到銅鑼，還係有道事情本池子園歸煩惱。也係每一隻客莊，睇睇有前面廠一項推背活神，茶、咖咩、草莓、烏味、椰蓮，都寫唔停。對現代嘅觀光客來講，踩鐵山。食鐵山，再到春塘、四川、鐵山、太川，係一件平常嘅事情。係冇，人都知道乖乖。有種期待，採鐵屋產業菜嘅風潮，本池子園新造造。紅曲嘅香味同口感，又唔係好發揮嘅對象，都法規。然後仲會隱瞞，唔再嚟用紅曲做出乜嘅料理麼？冇做過嘅東西，一開始一定會做唔出嘅感覺啊！啊變到一遍、兩遍、三遍，知道講，一曲化，變落去炒較久，我有睇。煮水出來以後，唔可以就將唔個冰高湯嘅，也講唔個冰水嘅，就要用菊花茶冰落去，就會有淡淡嘅菊花香啊！各種意義上，喺中式料理度用熱紅曲嘅花香係梅香嘅，喺常見嘅菜式度，可能前面到別地嘅食材，冰少嘅看起來泡泡，冰多嘅。要看起來調絲，唔會小心小計，當做啲本曲花、跟調油、豉、調拌醬、油松酥相處和諧。規卡紅曲浸滾水，浸出鹹鹹嘅曲花茶味。紅曲嘅香味清甜，使它變提高淡嘅菜色地位。池子園係按嘅判斷。花枝、蝦仁本身帶有海鮮嘅清甜，多以紅曲味，塑造過後，加以甜色嘅荷蘭豆、紅蘿蔔，翻作就有個詩情畫意。浸過嘅紅曲看起來黏黏，炒過嘅紅曲溶化泛糊，為了保持料理好看。我用瓷瓷嘅紅曲，一片一片花片碧落，又黃又白又一個樣嘅。雖然講清淡嘅菜做得彰顯紅曲嘅清香，唔過凡事又有例外。油溫升高，肌肉一下就縮夾起來，變咗適合酸甜苦辣衣服嘅載體。大火開到茫茫，加入調油、烏刺、白刺、糖、跟紅曲味。
食成天然水火的塑造，引来引沉，米丝也引来引流。并以头多果油嘅鸡肉，对头多面，适到参加比赛嘅奖值。每一块鸡肉又像看米线素，油油尖尖，又线条分明。看来理论反理论，每集嘅甜同花香係相互協調嘅。最尾，万能嘅雞湯接受所有嘅食材，接納所有嘅創意，唔是多想，用紅蕎米搓底，並入雞肉、香菇一道食材，冇乜嘅好黏糊嘅地方。無論係山藥創新，還係下下爸爸，我做出好食好看的紅蕎料理，搶做的係蕎花一線，睇出幾下嘅身體寒天，只有睇短短嘅紅蕎粿，本人下美美一滿的世界，齊志遠張恆做。我今深思之忏悔，罪业之深其赦罪，恭请祖母来教导，千教儿女有机会，至心人事何众志，是我元神。銅鑼燒，談起來名正有年順，20人年前，這瑤池希望母嘅旨意，對沙鹿海鮮曬到銅鑼山上，兩公婆落地做農產業輔導工作。農產創業也種是堂嘅親眷誒，自家想去吃口嗎？5年前，第三家檔開一間玻璃屋，開始間紅蕎，逢咗一個屋山結緣。因為我們搬到銅鑼的時候呢，其實一直都會有朋友問我們，銅鑼有沒有賣銅鑼燒？銅鑼沒有賣銅鑼燒啊，所以說這樣的一個想法，其實大概就是一直。有放在我們心裡面，也因此我們的甜點就以賣銅鑼燒為主。結論高，銅鑼燒，有條事情講究誒，出成真呢。麵粉攪勻，用半點鐘，一送麵粉，鐵板上放一隻鉗，邊面對雜布都鬆軟，但麵團從海面按碰，最尾因3秒圖上去。因為以前我自己在做產業輔導的工作。台灣南北到處跑，我們認識了很多台灣在地非常棒的一個食材，所以我們大概就是心裡面在想，那我所用的銅鑼燒的餡料，它都會是以台灣在地的一個食材為主。前台嘅紅蕎，3萬天牛嘅牛嫩地背展現美味。一天嘅冰涼，跟秋天嘅清涼，一口涼入心。紅蕎跟甜點，像係生生甘味。喺淺色下攝上打卡嘅空間，溫馨，但有唔定價比嘅道理。
一片一片嘅紅曲，散到大地，等洗乾水，強強嘅沖。澎湃、釋放、硬果、花蕾、果子嘅香味，喺複雜嘅空氣裏邊蔓延。饮料的部分，公馆的红枣，那搭配杭菊，它本来就是一个很有养生的一个茶饮哦，所以说也会在我们的饮料的这个菜单里面。用菜地屋山做食材嘅想法，跟紅棗紅曲鬥強下，記了紅棗，記皮紅曲，像卷子樣嘅淡而水。喺點清嘅西屋度，有限領域後咖啡，也係茶，是一隻銅鑼燒。跟紅曲、紅棗有個親密嘅約會，馮士貴用用世嘅語言，將地方嘅物產推銷出去，也運用地方創新嘅花式，並用成食材不同嘅質感，潛到間傳統不同嘅美食，並睇方體嘅生活，因為銅鑼燒嘅強鹽燒烤，開始有一些神氣。鳳棗最本人都唔了嘅，應該就係以有醬有鹽肉嘅貨。出現台項一道下去，鳳棗開腸破肚，唔過係喺骨肉相連。我用書在百家記下，唔過對研發一出鳳棗美食來講，白係貨就算係成功嘅一半。紅棗有特產啊，公館的特產呢，人家想當一隻產品太可惜了，就想可能研發較多的烘焙製品啊，融入進去結合啊。尖水大面，鳳棗濃濃嘅香味，有會係較多接觸嘅表面質。鳳棗絞肉透沙，強勢建議古早味嘅安排。樹枝黏黏扭扭，用中心強強嘅糯嫩外皮，貼表皮會多等幾下嘅點數，跟牙冚下去，鳳棗透過菜地名山嘅山芒出土。可以啊，台風天都買樹嚟嘛。拜拜，拜拜。安子姐哦。我有試下啲想法啦，就我要留啲紅棗，打到較幼啊。本來我把啲時係紅棗會太了，啲紅棗顆粒會較大，我要打到較幼。我知道用食起來較入味啊。我現在有做就紅棗 Q 餅啦，就太餅、鳳梨酥、餅乾，西式的餅乾沒有做紅棗啊。鳳棗叫拍風透沙，係亞貴嘅第一隻版本。綿綿嘅拍風透，表面係看得到鳳棗嘅皮。再跟7、8嘅爆葉皮。
应该做得引起观光客嘅想象。来到凤座山体，凤座糍粑 Q 饼应该会比凤座薄鸡汤还更加香甜。凤座叫黃梨鴨，算係激烈嘅組合。黃梨跟鳳座米絲有關聯，參詳下萬人也唔用萬人，就像帶點千多想法規劃下接觸嘅站一樣，跟想法強弱強烈嘅阿爸有幾多衝突。可是一天半夜我刚变下来，无人叫我全部放手啊！一天半夜其中一些干涉呀，慢慢一片冇做好，这片冇做好，我讲啊，一讲啊，就要严格呀。做法冇重要，差一些的天天啊，就难怪老红枣的米头跳虫咩太假咩，冇辦法適應啊。大部分嘅時節，改配方同改法條係同樣嘅事情，衝突係難免嘅。不管係點樣嘗試，還係各講各話，一定要唔怕。口上一出爐，出本口面講法。台南市場買賣嘅路線，從建對農村曬到都市，他講係喺建談論健康重塑嘅空口，似乎擺得多幾條紅米，慢慢扎扎，每期係乜嘅，nhìn得出嚟冇多。他講帶論鹽湖來到玩法，而且生命，也請搶咗點嘅幫助。一般來講，第三天，它係會碰風，但以草藥嘅功效。唔過來到都市，一間共當嘅搶草藥店，就會強調搭配同協調，當做嚟成為一條藥房。那早期青草店其實是從我阿嬷那代開始做的。那我阿嬷她其實是客家人，但從小就被送養給閩南人養大。那應該是在這個桃竹苗這個區塊。這個客莊，然後這個因為以前嘛，就是環境的關係就沒有錢嘛，所以就送養給閩南人，然後就到萬華這邊來。那就因為萬華這邊很多人會到廟拜拜嘛，然後有疫病嘛，所以就會在這邊抓藥配草，然後就在這邊開始青草店的生意，然後就傳到我爸那一代，然後再到我這邊來這樣子。搶草茶。只不過係一隻大概嘅名稱，原則上用仙草打底，再加入講人祖傳嘅秘方，也係當日嘅心情。不管秘方係乜嘅，最尾
又是一窝湖。下公节，黄花麦菜、青神头、南五米子、跟鸡血藤、寿司有3分嘅香草，喺大鍋地杯融合。枸杞根拍好蓮子、紅棗、紅曲係古木做嘅配方，彈起來有條老香。拿去煲雞湯，可能會俾人想起阿妹嘅味絲。唔過聽聽時代進步，補身體也看事情，也聽聽時髦起來。比起浸泡也係煮，輸蟲嘅方式，做得帶出草藥各刺嘅味。頭擺香草藥係勞動過後嘅救命良藥，也下療癒身體同心靈，平平重要。那因為以前就清朝就是買回去自己熬煮，都在吃，有點像在吃藥的感覺。那現在我們就轉型之後，我們就做可以手沖。那手沖之後呢，就等於是我們現場跟客人聊聊他最近的一些困擾，我可能覺得上班壓力很大，想要放鬆。那我們就依據他的需求，幫他推薦一些青草。然後就可以現沖成一杯茶飲。體重可能睡不好啦，或者是生理期保養啊，這個都可以勾選。那勾完我們會現場幫你推薦適合的茶，拿去做搭配，然後是用咖啡手沖的方式沖出來。一般來說，青草比較普遍是偏向地方性，然後就可能北部、中部、南部。那中醫的話，大部分從中國這邊來，種類有很多，大概有動物、礦物啊、植物，那還有一些加工製成，像是烘乾啊、粉碎，還有一些浸泡、泡製、泡酒製鹽、酒蒸酒曬這種類型，就是非常多的製成。那青草就比較單純，比較像花草茶的感覺，它就是純植物類別，然後就是烘乾或曬乾，然後就煮茶、煎茶喝這樣子。用來充飢，按做食。用來醫病，按做藥，喺傳統嘅飲食文化度，藥嘅就係食物，食物就係藥嘅。任何食材又有藥性，也有熱量，陰陽氣血，五臟六腑，讓我食到健康，又食到快樂，係現代人食得很多化工食物過後，不得不關心嘅事情。青草跟藥冇相同。也就是發提我哋身邊嘅花園林野，我哋從頭注意伊、觀賞伊、辨識伊，三唔記得按樣嘅適宜。当年高春新对联，聪明雕狗满山遍，精密做饭瓜子根，养成故意后四天。立下梦中书相连，寒甜寒爱难一天。